后来有这个四大公投，明仔载就要来投票。前总统马英九早起伫台北来扫街，伊来分析这个情势，讲非常的紧张。国民党因暗要伫自由广场来举办民主秀夜。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罗秀燕、宜兰县长林姿妙确定未来参加。若民进党方面由蔡英文来领军。 因暗伫凯达格兰大道要号召着台湾队徛出来，因暗那入伫台北大饼场，两边敢若差500公尺。坐宣传车，前总统马英九带国民党的人伫路的扫街吹票，对4项公投，马前总统有啥物想法？到现在为止，情势都非常的紧绷，所以我们还会再增加更大的力道。普遍看起来是合适。 但是可能大家都误会了啊，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核能的世界。另外，有国民党暗时伫自由广场举办的民主秀夜晚会，新北市长侯友宜、台中市长罗秀燕和宜兰县长林姿妙拢确定未来。我不晓得，因为我不是主办单位啊。其实我今天晚上在之前，中央还没有在17号有这个。 行程的时候，我已经有其他行程了。为了催出公投票，国民党晚间在自由广场举办守夜活动，同一时间，民进党也在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台湾家族活动，两阵营相隔只有500公尺。两边港离500公尺尔，台北市派真侪警察伫咧附近巡逻管制交通。民进党方面有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和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咧选前连走台北、高雄2场暗会，蔡总统嘛来。 影片吹票，爱大家做一道4个无同意票。我会再向你说明一次4个公投的重要性。这4个公投每一个都跟台湾的发展息息相关，也跟你有关。明天12月18号，请你一定要站出来，为台湾的未来稳定发展投下4个不同意。 明仔载公投，若刘天王专员出动，就看选民会投什么票，真紧就会有答案。